澳大於4月8號至10號舉辦社區服務展覽會，向大家介紹相關資訊及進行義工招募，期望引起同學對弱勢社群嘅關注。展覽會共有17間社福機構設置攤位，舉行講座及工作坊，主題包括手語學習、視障領路法等。平時喺學校啊，或者喺其他社團嘅地方學到嘅知識啦，之後後尾就做義工嚟服務人哋。咁喺服務學習嘅同時呢，我哋當服務人哋嘅時候，我哋都可以獲得到一啲平時喺學習到學唔到一啲好珍貴嘅東西咯，人生經驗。呢次活動亦都係十分之有意義啊！我哋亦都好希望係各界對視障人士係有一個更加多嘅認識同埋關懷嘅。之前就有接受過一啲嘅 training 啦，咁所以就知道當一個人睇唔到嘢嘅時候呢，佢係會好驚，咁所以你要不停咁同佢溝通多啲啦，佢先至信任你啦，先至俾一個信任感佢。校園記者黃敏貴、金曉君、劉麗芳報導。